后来乡亲啊，继续来看郭台铭、郭文摕甲王金平总算伫今仔日同台咯。台北市政府举办823炮战纪念的音乐会，邀请到郭台铭、王金平来参加，因齐做伙比赞握手来翕相。三个人用行动来证明，因的革命并无发生变故。三个人会面的现场，有媒体记者，阁有郭台铭甲韩国瑜的支持者，互相咧呛声，场面一度是真混乱。 在干嘛？好，来，过来。郭台铭、郭文摕、王金平总算见面啊！来，转向那边一下，转向那边一下。三人翕相的时，手拢踏做伙，充满团结合作的意思。和这个革命的态势慢慢成型的是台北市政府举办的823炮战61周年的纪念音乐会。谢谢。三人到位，现场捌真混乱，险险的未记这场是纪念活动。所以我们感谢两位特别来宾这个郭台铭董事长跟王金平院长前来共襄盛举让这个会议更有意义。谢谢大家。 国民党特别感谢郭台铭、王金平出席这个活动，这嘛是郭台铭伫国民党初选以后参加的头一个公开活动。虽然无致辞，不过离开前同款有讲话。 我郭台铭在此宣誓，捍卫中华民国自由民主的决心永不改变。媒体伫问革命的代志，拢派幕僚的回答。如果大家都能够各发挥所长，其实这一股力量也可以有台湾第3条路可以走。到底敢会合作，也无答案。不过三个人做伙已经引起轰动，现场嘛出现小插曲。市议员吴世正坐伫台下提牌啊抗议，要夺牌的人拍算要闹场，不过随互人请走。 郭台铭、郭文摕、王金平这3位男主角拢真冷静，不过各方的支持者、媒体为了要抢镜头，伫2019、823这日天已经先见过一回合。